自稿了哦，按那个麦克风就马上把你讲的话都变成文字，好厉害哦！讲完了按停止，然后可以按分享呢，按电子邮件吗？用透过电子邮件哦，还重要打星号，也可以删除。现在要测试处理声音档，没有办法，按那个资料夹那个啊，30天内最多转写3个音档，每个不超过30分钟。选择档案，选择档案，那应该刚刚那个自动有声音那个比较好。哦，这个，但是这个声音都超过，你看，看了，没有超过30分钟的哦。要声音档呢，你看这个超过30分钟了，没有办法啊。现在处理看那个不到30分钟了。不然廖老师这个不到30分钟。真的嘞，音档转写中呢，请稍后呢。真的哦，音档转写中呢，请稍后呢。好棒哦，可能要等很久哦。哇，速度也不是很快呢，30分钟了要转成文字诶，那效果不晓得高不高。